夫婦嘅親密關係咧係好自然同埋正常。咁夫婦咧好重要有一個正向溝通，形成一個嘅正向溝通有3大嘅要素嘅，裏邊講嘅 ARE。各位你哋好，我係羅姑娘，今日同大家分享賽馬會婚姻再思計劃網上教室，題目係教你婚姻親密式。夫婦咧好想有親密嘅關係，其實係一個好自然嘅現象，因為人類咧生存係需要親密嘅關係。夫婦咧點解會有互相依靠嘅需求嘅咧？因為咧目的係求生存嘅，人類咧係有求生存嘅本能，得到保護同埋得到照顧嘅時候咧，覺得好安全，亦都能夠降低自己嘅情緒，回復翻安全嘅狀態嘅時候咧，可以向外探索。呢個咧就係安全依附嘅一個安全嘅基地，所以咧夫婦能夠彼此接納，亦都彼此咧大家一齊去面對呢個嘅世界。究竟常見嘅安全嘅依附嘅渴望係啲咩嘢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啦，好得到重視啦、支持、接納啦，同埋咧愛護啊、讚賞，唔被拒絕嘅。呢啲咧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渴求，以至咧夫婦咧可以有親密嘅關係。但係咧，當夫婦咧互相嘅爭吵、互相嘅指罵嘅時候，有好多嘅依附嘅創傷，一啲嘅未滿足嘅依附嘅需求，所以咧係需要互相去修補，以至到咧重新嘅去經驗一啲嘅正面嘅情緒嘅經驗啦，同埋可以重新嘅連結。咁點樣先可以有個重新嘅連結咧？咁夫婦咧好重要有一個正向溝通。點樣去形成一個嘅正向溝通有3大嘅要素嘅，裏邊講嘅 ARE。A 咧就係可唔可以可親啦，R 咧你能唔能夠回應啦，而 E 咧就係能唔能夠投入啦。咁究竟係點樣嘅咧？A 咧就係話可親性，即係話例如咧太太可唔可以揾到丈夫你咧？而有時能夠太太或者伴侶之間隨時打開大家嘅心房去睇翻對方嘅需要，一個需求嘅信號咧。回應性咧就係話太太揾到你啦，你能唔能夠丈夫咧回應到對方當時嘅需要咧？咁回應嘅時候係咪可以得到一個安撫同埋關心去回應咧？而當回應咗之後咧，係咪投入落去陪伴住大家咧？大家互相注意對方嘅眼神嘅注意啦，聆聽啦，同埋咧好積極嘅回應咧。如果當大家都係有一個回應性可親性同埋投入性咧嘅感受咧，就係夫婦之間咧彼此覺得係好安全，可以再繼續嘅去傾偈，繼續嘅將大家內心嘅需要咧互相去依賴啦。例如咧，呢個例子咧就話點樣建立安全嘅聯繫咧？丈夫咧喺在外工作嘅時候咧好長，唔能夠咧每日都翻到屋企食飯開 OT， 而咧太太咧喺屋企咧就等佢哋翻嚟食飯啦，但係咧又收唔到丈夫嘅電話，而且咧亦都覺得先生冇交代，因此咧太太就好嬲啦，因此太太覺得好嬲。會指責丈夫，點解你唔交代㗎？我喺度等緊你，好辛苦㗎。我亦都喺度咧就做好多嘢㗎，家務裏邊想你幫下手嘅。但係咧，當丈夫咧聽到太太呢個指罵嘅時候咧，就覺得點解佢唔體諒我在外工作咧都會好辛苦？你只係鬧我，唔識得點樣去交代，而你有冇關心我啊？我都係喺裏邊好長時間㗎，好疲勞嘅。當大家互相指罵、互相指責嘅時候咧，呢個唔能夠情感聯繫，心裏邊其實咧好嬲，咁但係咧其實內心咧太太咧都感覺到好孤單，同埋咧都有傷感，因為咧都唔能夠等到丈夫嘅翻嚟。另外咧，丈夫咧都覺得好無奈，因為喺在外工作咧其實都係好長，唔能夠體諒到佢嘅時候咧，即係覺得咧都會有時都好內疚嚇。
唔能夠即係陪伴太太，都有時咧覺得好內疚。因此咧，點樣樣先至可以喺呢度做用 ARE 咧？其實佢哋渴望嘅被關愛、被支持、被體諒。咁咧，要啟動呢個 ARE 嘅時候咧，就話太太真係有個信號想丈夫回應佢嘅時候，咁就真係搵個時間同佢傾啦。然之後咧，回應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我啲咩嘢㗎？我可以喺度聆聽你，係適當嘅關懷。而丈夫咧亦都喺呢個時候都可以話俾佢聽幾咁辛苦，而太太亦都係可以用 ARE 咧去係，其實你一在外都好辛苦，我都可以要關心下你嘅。咁咧，我繼續投入落去傾偈咯，大家彼此嘅互相嘅去開啟個心房啦，開啟個耳朵去聆聽啦，大家雙眼會互相嘅注目嘅凝視啦，以至到咧大家可以彼此咧將大家內心嘅需要咧，最渴望得到嘅體諒，最渴望得到嘅關懷，同埋最渴望得到愛護咧，大家就可以連結到啦。咁所以咧嗰刻咧係好美好嘅，嗰刻咧即係大家咧就好安全聯繫啦。咁咧如果每嘅情況，大家嘅信號咧都可以彼此知道，亦都得到回應，得到滿足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安全嘅親密嘅聯繫。所以咧呢個方法咧就教大家點樣夫婦能夠有一個親密嘅方法啦。而呢一個嘅網上教室咧，我哋繼續咧都會去分享翻有關於夫婦嘅溝通嘅解碼嘅情況啦，或者咧有其他親子嘅系列嘅嚇。咁咧歡迎咧都繼續嘅收睇。咁我希望見到大家啦，下次再見，拜拜。賽馬會再思婚姻伴孩成長計劃嘅宗旨係支援掙扎緊係咪離婚嘅夫婦，希望可以俾夫婦重新檢視婚姻，減少怨恨，作審慎嘅離合抉擇，從而減低對夫婦同孩子嘅傷害。詳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或者打27827560了解更多啊！鍾意我哋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